指頭喺頭頂嘅位置輕輕敲打約15秒左右。頭頂有多個穴位，每日拍一拍，有助改善頭痛、緩解鼻子不適同埋幫助放鬆心情。第二個動作，拍拍頸側鬆一鬆。左手以空心掌喺右頸側位置拍打，每邊我哋會做20次左右。經常低頭睇手機，容易令到頸部嘅肌肉繃緊，拍一拍可以鬆一鬆，幫助消除疲勞。換另一邊，今次我哋右手用空心掌喺左邊頸側位置拍打，同樣地，我哋會拍打20秒左右。拍打嘅力度應該以舒服為主。第三個動作，拍拍後頸護頸椎，兩手以空心掌喺後頸嘅位置拍打約20秒左右。經常拍打能夠促進血液循環，緩解頸椎增生，預防頸椎退化。第四個動作，拍拍心口通魂門，兩手握拳，左右交叉喺鎖骨兩端下嘅魂門穴拍打，每邊拍打10次，多刺激呢個穴位可以養肺、止咳、化痰等等。第五個動作，拍拍手太陰肺經，左手握拳，從右上臂內側下拍至前臂嘅手腕位置。我哋每組會拍7次，每邊會拍6組。換另一邊，今次我哋右手握拳，從左上手臂內側下拍至前臂手腕嘅位置。同樣地，我哋會拍6組。拍打呢個經絡對保養肺部健康有好好嘅幫助。第6個動作，拍拍指頭健壯虎，打開手掌，拍拍十指嘅指頭大約30次。指頭嘅位置係五臟六腑嘅穴位所在，多臟臟刺激可以幫助調理唔同嘅機能。第7個動作，壯壯拳輪健腸胃，雙手握拳，拳心向自己，兩手嘅拳輪互相撞撞，撞撞兩拳嘅拳輪可以幫助腸胃健康。第8個動作，撞撞拳眼好入眠，雙手同樣握拳，拳心向下，兩拳拳眼互相撞撞30次左右。呢個動作刺激手指外側，可以改善失眠嘅問題，同時預防胃炎、膽囊炎。第9個動作，拍打上腹護肝膽，雙手成空心掌喺上腹嘅位置拍打約30次左右。多拍拍呢個位置，可以調理肝膽嘅功能，改善睡眠嘅質素。第10個動作，拍拍腋窩護心肝，先舉起右手，左手以空心掌拍拍右腋窩嘅位置，我哋每邊會拍20次。換另一邊，今次我哋舉起左手，右手以空心掌拍拍左腋窩嘅位置。第11個動作，拍拍後腰鬆一鬆，兩手喺後腰嘅位置拍拍按摩，
拍打嘅時候，身體可以微微前傾。拍拍後腰，除咗可以緩解腰痛嘅問題，另外亦都可以強化腎功能，令到腎氣充足。第12個動作，拍拍臀部通經絡，兩手握拳喺臀部嘅位置拍打按摩。臀部係膀胱經其中一站，每日拍一拍可以排除體內嘅毒素同埋濕氣。第13個動作，拍拍後腿抗疲勞，兩手握空心掌喺後腿嘅位置，由大腿至小腿，再由小腿到大腿，連續拍打5組。經常行路令我哋腿部肌肉不知不覺變得繃緊，拍拍後腿可以令肌肉得到鬆弛。第14個動作，拍拍膝蓋行路2，兩手握空心掌，先喺膝蓋嘅上方拍打20次，再喺膝蓋嘅外側拍打20次，接住落嚟喺膝蓋嘅內側拍打20次。最後喺膝蓋嘅後側拍打20次。最後一個動作，拍拍小腿護心臟，先踏出右腳，彎腰用雙拳拍拍小腿肚兩側嘅位置。換另一邊，小腿肚係人類第2個心臟。多拍拍可以加強全身嘅血液循環，養生長壽。每日堅持拍一拍，排走身體多餘嘅廢物，令身體機能更加暢通。希望大家都鍾意我今日嘅分享。